大家好啊！如果上次有睇我段片咧，就知道我做咗副藍 dap 嘅。咁嗰副 dap 咧就受到我啲同學啊同埋其他人咧就受到好大批評啦。咁今次有全新改造過嘅，但係都係視作贏得36張卡。原因係因為我有啲卡仲向人收購緊啦。咁冇錯啦。咁咧而家就會介紹先嘅。唔知啲咩哥雷姆2張，煙草哥雷姆2張，銅像哥雷姆1張，向人收購緊啦已經。唔知啲咩哥雷姆3張，榴彈哥雷姆1張，向人收購緊。呢張超有用，自己回合完結嗰陣咧，就可以回復翻晒所有擁有粉碎技能嘅 spirit 啦，自己啫。晉升流地卡嚟嘅。柱岩之海上都市1張，向人收購緊。未完成古代戰艦船尾2張。到 magic 啦 ，strong jaw 2張 ，full splash 2張。呢個好有用嘅又係自己全部 spirit 帶最高水平使用2張，被劍焰反2張。呢個我唔記得點讀個名，咁佢就話呢個期間自己粉碎系統嘅自己擁有粉碎技能嘅 spirit 咧，就可以疲勞狀態擋禦對手攻擊。呢張極限破壞咧，呢張粉人哋加10張啦，咁好有用嘅。但係我都向人收購多1張夠嘅啦呢個，跟住啲 base 有啲係壓住位嘅先。呢個合體戰鬥時，對手如果用 magic 要交2粒 core 支付。呢個火神武裝召喚時候，我係空間拎2粒 core 去自己嘅一個 Lexus 嗰度，跟住同埋合體攻擊時指定 cost 3或 cost 4，跟住對手唔可以用同 cost 數嘅 magic。雷神炮擊武裝都係壓住位嘅啫應該。呢個唔知咩2張，亞王2張，到依副 dap 嘅 X 啦，極低勇騎齊界血紅紅藍港版彩閃，不透出星龍石啊波龍，入版係今年復刻版嚟嘅。機動要塞護城哥雷姆彩閃即係復刻版啦，唔使講，港版嚟嘅。最後就係主打天秤造神天行哥雷姆。冇錯，我呢度都係得36張卡啫。咁頭先我講過啲卡都好努力向人收購緊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咧，可以喺留言度寫低，例如話我要加啲咩卡或者要減邊啲卡啦。咁冇錯，今日介紹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，可以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嘅。好，拜拜。